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S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情义的妖狐鬼怪。副篇第12卷第35篇，龙。伫这北兴县有一个叫做王茂才的乡民，下早时起来会到田里去做事啊。当即个田边捡到一个囡仔，差不多4、5岁的形。即个囡仔天然把甜，面容红美，而且讲话足古锥的啦。这王茂才就甲炸转去厝内，当做家己后生安尼咧饲啦。即个囡仔10分灵通啊。不过过了4、5冬了后，有一个和尚来到王家，因这后生敢若看到伊，连伊就走去咪。这和尚就甲即个乡民讲啊，这囡仔是华山池中的500小龙之一，偷偷倒来到遮。讲完，就摕出一个钵，往内面倒上水，敢若看一只小白蛇当内底咧游。这和尚甲这钵放甲手内底，人就走啊。